需要你啊，我需要你啊，帶領我哋，幫我哋，保守我哋。我哋冇你嘅時候，我哋唔知點做。主耶穌，今日星期四，我哋係今日查經，我哋又靠你啊，耶穌。我哋需要你祝福所有啲觀眾聽眾，祝福我哋，俾我哋有聖靈嘅話，能夠講出主你嘅真理。我哋多謝耶穌，阿門。今日係10月9號星期四晚，係佢哋嘅正月嘅18號，即係疏割日嘅第3日。咁啊，下星期咧，also 下星期咧就係有個灣區嘅紀念日，係因為咧就36年前咧，1989年咧就有一個地震喺灣區嗰度。But anyway，或者我哋一陣間講下地震啲歷史。啊今日係9號，就係疏割第3日。咁咧就我有當然啦，即係咧疏割咧就係有好多日嘅，咁係有一個星期，咁然之後到第8日嘅咧就係個 High Holiday。But anyway，我哋讀下疏割嘅意思，因為咧疏割咧就係棚嘅意思，原來咁咧就係喺第一次提嘅時候咧，就喺創世記第33章咧，咁咧就係雅各咧就佢去見咗以掃之後咧，佢咧就去到疏割嗰度住落。佢本來話以掃叫佢一齊翻啦，咁講佢咧就話你先行，咁然之後我自己咧就佢自己咧就喺疏割嗰度搭棚喺嗰度住。咁所以佢嗰就話咗嗰個地方就叫疏割，就係棚嘅意思。咁後來咧就民數記啦，嗰個民數記又係33章，好得意。嗰個民數記33章係咩情形咧？就係過咗幾百年之後咧，以色列人咧就係離開埃及，咁咧佢哋咧又蘭塞起行，咁咧然之後第一日咧就係喺疏割嗰度安營，咁咧佢哋一路行咧就行咗3日咁講。咁你知雅各咧，佢離開拉班，即係帶住一湊二令，帶住老婆仔女咁咧就離開拉班嘅時候咧，佢咧就係因為主叫佢咧就翻去原地咁講，翻去佢嘅家鄉。但係咧佢係翻應該翻去邊度咧？應該係翻去咧就係啊，開頭第一次佢見主嘅地方，即係伯特利。但係你知我諗佢唔係好親主嘅，咁所以咧佢就喺度拖時間。咁所以咧佢係當佢係第一時間咧，佢就喺疏割嗰度咧就係搭棚咁講。咁你知佢搭棚即係俾嗰啲佢自己啲家畜咁即係話其實佢想拖時間，因為我諗佢唔係好想翻去伯特利。佢喺伯特利見過主，但係咧佢好驚主。佢話好恐怖嘅地方。咁所以咧佢嬲尾去咗示劍咧，佢又喺度。又係喺度拖咗時間，拖咗時間。咁甚至咧，佢到一個地步咧，就之所以離開示劍咧，就係因為咧，佢喺嗰度買咗地，但係咧，佢啲兩個仔咧就走去殺咗人哋個王子。其實呢個你睇雅各嘅古仔咧，就係講猶太人嘅4000年嘅歷史。咁最後咁咧就冇辦法啦，因為佢喺事件嗰度咧就殺咗人哋嗰啲王子咁然之後又原來毀滅咗人哋個城，即係殺晒人哋啲男人。咁咧就整到咧周圍啲人都好恨佢。你冇發覺即係咧而家好似而家嘅咁嘅情形咧，就佢哋好似喺事件做嗰啲嘢咁。喺事件即係兩個仔咧就走去殺咗人哋個王子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即係 take over 人哋個咩，然之後咧將人哋嗰啲仔女女人啲細路全部咧就捉咗佢哋做奴隸。咁咧就所以咧就周圍啲國家咧就唔中意佢，所以其實而家即係咧你睇到咧就係話咧喺雅各咧。
佢就係喺度拖時間，喺度拖時間，因為佢自己應該就翻去巴德里，但係咧佢就即係唔係好想，因為我諗佢驚咗神，驚神。驚到主，even 到主咧就話佢會幫佢，但係佢哋咧就即係佢嘅諗法咧就係喺度，原來喺疏割又拖下時間，然之後喺事件又拖下時間。咁後來咧就係過咗幾百年之後咧，佢哋喺埃及咧就做咗幾百年嘅奴隸，400年嘅奴隸。咁咧然之後摩西救咗佢出嚟。咁第一個站咧就係疏割，第一個站就係疏割。我讀俾大家聽出埃及記12章嘅故仔。OK，耶和華叫百姓咧在埃及人咧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咧給他們所要的，他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以色列人咧從蘭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婦人、孩子、步行的男人咧，約有60萬，又有許多閒雜人，並有羊群、牛群和他們一同上去。他們用埃及帶出來的生麵烤成無酵餅，這生麵現沒有發起的，因為他們被催逼離開埃及，不能擔言，也沒有為自己預備什麼食物。所以咧就係即係逾越節嘅第二日咧，就係嗰個叫無酵節。逾越節嘅第二日就無酵節。佢哋咧就即係嚟緊嗰幾日咧，個個星期咧，佢哋都係食呢啲無酵餅。但係當然啦，即係啊。係即係呢個故仔咧。如果你細心諗嘅時候咧，就個內容咧就係話逾越節就係14號，然之後咧就係無酵節咧就係15號，就15、16咧佢哋就一路行一路行。但係咧佢哋咧就即係第二晚過咗兩晚之後咧，佢哋就喺紅海，就過紅海。然之後咧就過咗紅海咧就第三日。話呢個咧，原來即係有好多嗰啲係傳道人係識聖經嘅，都識講嘅。即係第三日咧就係咩咧？主耶穌復活啊嘛。就係第三日咧就主耶穌復活。就喺嗰個時候咧，佢哋就過咗紅海。即係呢個古仔咧，我哋之前有查過嘅，因為咧我哋知道個紅海咧就係交付阿夸巴，yeah。就所以咧。呢個真係好，即係嗰啲唔似巧合嘅嘢。But anyway 講下疏割咧，又有另外一個故仔嘅，喺士師記嗰度有另外一個故仔。咩情形咧？佢咧就係基甸咧就過咗約旦河咧，就追嗰啲米甸嗰啲皇帝。有兩個皇帝係死剩嘅，仲未追到。佢一過咗約旦河之後咧。就係你知佢帶300個人去追人哋即係唔知幾萬兵咁。即係咧就呢個就係一個神蹟啦。當然我 anyway 讀一讀呢個故仔，因為點解咧？佢就喺嗰度咧去到疏割。然之後咧就去完疏割咧就去另外一個咧就叫比努伊勒。疏割同埋比努伊勒咧。佢又遭遇嘅就係情形一樣，或者我讀咗先，然之後我哋解一解呢個故仔。基甸咧和跟隨他的300人到約旦河咧過渡，雖然疲乏，還是追趕。基甸咧對疏割人說：求你們拿餅來給我，抬給跟隨我的人吃，因為他們疲乏了。我們追趕米甸人的兩個王西巴和撒姆拿。疏割的人咧首領回答說：西巴和撒姆拿已經在你手裏，你使我們將餅給你的軍兵嗎？基甸說：耶和華將西巴和撒姆拿交在我手之後，我就用野地的荊條和荊棘咧就打傷你們。基甸咧就從那裏咧上到比努伊勒，對那裏的人也是這樣說。比努伊勒咧也與疏割人回答他的話一樣，
他向比魯伊納人說：我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我必拆毀這樓。嗱，咁咧。呢度咧就係一個好屬靈嘅故仔嚟嘅，因為點解咧？佢冇錯啊，基甸咧就係靠主嘅力，咁咧就係俾佢哋咧就一路追嗰啲米甸人，咁咧就成日都打勝仗，咁啊 usually 係 at night，即係佢夜晚時候打勝仗。咁咧就基甸咧就過咗約旦河之後咧，咁啊佢哋繼續追，咁咧就然之後咧啊佢哋係打勝仗嘅，但係都係靠屬靈嘅其實，但係咧佢咧就去到疏割城，疏割城咧咁咧，然之後佢話誒，不如你俾我哋啲300人咧，要俾啲餅我哋食啦，咁講，我哋咧就好去捉最後嗰兩個西巴同埋撒慕拿。咁咧，但係咧，所覺咧啲人咧，啲領袖咧就話：你仲未捉到佢哋兩個啊？點解我會俾餅你食啊？咁講，即係話咧，換之咧，佢哋要做成就嗰啲工作，然之後咧做好工，然之後至有餅食。咁咧，基甸咧就話：我第日捉咗佢哋兩個王上，我翻嚟咧就要罰你哋，咁咧就揾啲荊棘嚟打傷你哋咁講。咁啊，唯有原來呢個係一個 judgment 啦，係嘛？咁啊，基甸咧就喺嗰度繼續咧，就去另外一個省咧就叫比魯伊納。咁咧，然之後咧，仍然係一樣嘅要求，就話俾啲餅佢哋食。俾嗰300人，因為佢哋原來行到攰晒啊，即係冇嗰啲乾糧啊咁講。咁咧就係咁嘅情形咧，個比魯伊納啲人咧就一樣咁答。即係話換之咧，佢哋兩個城市啲人咧，都係即係同基甸咧，就係一樣嘅頂嘴，一樣咧就係拒絕，一樣咧就唔肯俾，即係兩個都係好 mean 唔肯俾。但係嗰個審判咧就唔同嘅，因為第一個咧佢就話我翻嚟嘅時候咧就揾啲荊棘嚟鞭佢哋。咁咧，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咧，我翻嚟嘅時候咧，要拆咗你個城，拆咗你個樓，因為嗰個比魯伊納咧就有個塔嘅，有個塔喺度，拆咗個樓。咁哇，即係咧係咩情形咧？咁講，點解係同一個罪兩個城唔同啊？咁但係同一個罪，但係點解咧嗰個結果即係佢個即係個judgment 嗰個係嗰個懲罰咧就不同，審判不同。咁咧就我哋繼續睇落去啦。咁咧就係即係佢後來啦，佢真係打即係啊係打完啦，咁打完啦，即係捉咗人啊，咁然之後咧，咁有翻嚟嘅時候，佢點樣 deal with 呢兩個城或者呢兩班人，呢兩個人，一個係疏割，一個係比魯伊納。咁咧約阿斯嘅兒子咧就基甸咧由希列斯波從陣上回來時，佢希列斯波咧即係話咧佢係過咗一晚嘅時候咧，即係喺個 night time，即係話換之佢呢個基甸嘅打仗咧，佢好得意嘅，佢咧就係夜晚打仗。咁咧所以咧就打贏咧就係日頭嘅時候咧，佢哋就翻出嚟即係繼續行咁。咁咧，然之後咧就 OK，咁佢要 deal with 疏割先啦嚇。咁就捉住疏割的一個少年人，問他疏割的首領長老是誰？他就將首領咧、長老咧77個人的名字咧寫出來。基甸咧到了疏割咧，對那裏啲人説：你們從前咧譏笑我説，西巴和撒慕拿已經在你手裏嗎？你使我們將餅給跟隨你的疲乏人嗎？現在西巴和撒慕拿在這裏。於是咧捉住那城內的長老咧，用野地的荊條和棘刺咧，就責打就疏割人和指教責打，即係罰佢，但係冇話殺佢。OK，嗰個77個長老係即係衰啦，因為佢係做領導嘅，但係咧就對基甸唔好啦，所以咧就係受到呢個懲罰。但係咧
佢繼續去行路，行去另外嗰個省啦，去嗰個省叫比魯伊納 Peniel。咁咧，佢又拆咗人個樓。你知啊，個省咧，如果拆咗樓嘅時候咧，即係嗰個省都唔即係冇噶啦。咁唔知呢度睇到啊，殺晒嗰度啲城裏的人，殺了那城裏的人。咁啊，即係啲 man。咁啊，即係話嗰個省咧就即係後來咧就唔再係一個省啦，即係咧毀滅咗個省。但係開頭嗰個疏割咧係懲罰，一個懲罰，一個毀滅。咁啊，就有咩點解唔同咧？咁講，原來咧疏割咧就係咧講話新約。新約咧係即係 even 喺末世嘅教會咧，佢哋咧就嗰啲領導啊，你知嗰啲領導咧就係做得唔啱，做得衰，咁咧就係即係好 mean 嘅態度。即係咧就原來即係主係原來要成就佢啲工作，咁啊用機電。咁咧就但係咧即係你睇到咧，即係神嘅兒女喺度工作嘅時候咧，佢呢啲疏割人咧，即係喺末世嘅教會咧。佢哋咧就係嗰啲領導衰嘅時候咧，咁咧就七個人咧就被罰被鞭打。咁啊呢個咧就好似啊，即係個老底嘉教會咁啊，老底嘉教會啲長老，即係嗰啲 leaders，佢哋咧就要受到懲罰，因為佢哋不冷不熱。佢之所以教會係不冷不熱咧，就係因為嗰啲長老係冇嗰個係即係一個愛心嘅態度。佢又即係話你，如果你係要攞食餅咧，你就一定要係捉咗人至可以食餅，如果唔係你冇資格。咁啊就係好似現代嘅教會咧，就係佢好興咧，就係唔准人係食聖餐。佢哋咧就話哦，如果你唔乾淨，你係有罪，咁咧你就冇資格食主嘅肉飲主嘅血。咁啊，所以咧，你就睇到咧，就疏割咧，就新約even 係新約咧，仍然有啲咁嘅問題但係咧，呢個唔係嗰啲信徒嘅問題，而係咧嗰啲領導嘅問題。佢嘅領導咧，嗰七個咧就會係被指出咧，就係要受到責罰。要佢話 those I love I discipline，即係佢係責罰，但係冇人死喎。即係新約嘅咩咧，就係冇人死，佢哋係。或者係教得唔啱，但係咧佢冇人死即係咁意思咧，即係主要仍然都係俾佢哋係做神嘅兒女，但係咧第日冇獎賞，冇獎賞係受到應當嘅懲罰。但係咧，比魯伊納唔同喎。比魯伊納咧就係咩咧？係一個舊約嘅 sorry，一個舊約。因為點解咧？比魯伊納咧，其實呢個字咧，就 face of God 咁解。face of God 咧喺舊約咧就唔準嘅，即係咧神咧唔會俾佢哋睇到舊嘢。如果你係跟舊約嘅，信舊約嘅，個皮溜咧就係因為咧就雅各起就係喺嗰度佢嗰時咪喺嗰度搭棚嘅，記唔記得？佢喺疏割啦，咁然之後咧，佢有另外一個地方咧，就叫比魯伊納。咁就話咧，因為佢見到神咧，見到個主即係個神人咧，佢冇死到，咁所以咧，比魯伊納係講舊約。咁舊約咧，咁呢個問題就係呢度啦。舊約嘅時候咧，佢係受到嘅刑罰咧，就係好大嘅，即係甚至就被毀滅嘅。所以你睇到舊約聖經咧，就係佢哋個啊嗰個即係耶路撒冷被毀滅嘅時候咧，佢哋啲塔都被毀滅啊，嗰啲塔都被毀滅。即係咧原來希律王嗰陣時係起咗好多嗰啲tower around 耶路撒冷嘅。當羅馬人咧就走嚟懲罰佢哋嘅時候咧，除咗聖殿耶路撒冷被毀滅咧，周圍佢城牆嗰啲塔都係被毀滅嘅。所以咧，即係因為呢個係舊約嘅審判。舊約嘅審判咧就係所有啲人咧就唔得好死。但係咧就係新約咧就係即係雖然佢哋同一個罪因為即係嗰個疏割咧就係只係神嘅恩典我哋係之所以係有個係新約嘅疏割因為主耶穌就係疏割。OK，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吓。
咁啊，正話有提到七十七個長老。咁啊，呢個係咩情形咧？咁講，咁啊呢個好得意嘅，因為點解咧？你知啊，喺舊時咧，亞當夏娃啊生嗰啲細路咧，佢有一個叫該隱，一個叫亞伯。咁啊，該隱咧就殺咗亞伯。咁咧，然之後咧，因為咁緣故咧，該隱咧就要離開耶和華。咁咧，我哋之前咧有未必即係好幾個月前啊，1年前啊，咁啊，我哋有提過呢段經文。咁咧就講該人咧，就後來咧就係遠東，即係遠東係咩咧？係拿得之地。咁啊，anyway，我讀一讀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再講講啊，點解該人係咁情形？OK。咁冇錯，呢個係好即係咧，該人咧係一個好肉體嘅即係種族。即係唔係靠神嘅，因為佢離開咗神。咁啊，我讀啊，就係創世記第4章發生嘅事。於是該隱咧離開耶和華的面，去住在伊甸東邊伯拿得之地。該隱咧與妻子同房咧，他妻子咧就懷孕，生了以諾。該隱咧建造一座城，就按照他兒子的名咧，將那城叫做以諾。以諾生呢以拿，以拿生米戶亞利，米戶亞利咧生馬士撒利，馬士撒利咧生拉麥，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拉。亞大咧生亞伯，亞伯咧就是住棚、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亞伯的兄弟咧名叫猶伯，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先。洗拉咧又生了土伯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祖師。土伯該隱的妹子咧是拿瑪。咁樣咁啊呢個咧就係講即係一個種族嘅系列，一個種族嘅系列。咁咧就係該隱嘅後代，就係喺創世嘅第4章。講完第4章之後咧，佢就冇再提該隱嘅後代嘅情形。但係咧，佢喺裏面咧就講咗幾樣嘢。佢第一咧就話佢喺伊甸園嘅東邊有個拿得之地。咁啊，我哋舊時講過拿得咧就係咩？英文叫 NOD，NOD 咧就係 nothing，即係咧即係popping 個 head，popping 個 head 咧又叫 nothing 拿得。咁啊，但係 actually 咧就係原文嗰度都係咁意思。拿得之地咧就嗰個地方啲人咧就好中意係鞠躬嘅，好中意係彎身嘅。好中意咧，大家互相敬拜嘅，即係咧，佢哋譬如好似中國人啊，或者韓國人啊，或者係日本人咧，佢哋就係遠東，就唔係近東。咁咧，佢哋就點咧？佢哋嗰啲地咧就係拿得之地。咁啊咩意思咧？即係佢哋咧係即係好似中國人佢哋結婚嘅時候咧，兩公婆咧就拜天又拜地，又互相拜，然之後又拜父母，然之後咧，佢哋見到官員咧又拜官員，見到皇帝又拜皇帝。咁啊，即係換之咧，佢哋就係拿得之地咁。咁啊，同埋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個人雖然咧後來冇咩點講，但係咧佢就話咧，佢哋發明好多嘢嘅，發明好多嘢，同埋咧就係好中意即係遠行嘅，即係移民啊嗰啲咁。咁咧你就發覺咧喺遠東嗰啲，即係嗰啲人咧就後來好多咧就去咗美國啊、美洲啊咁樣。嗰陣時咧就係嗰啲紅番，或者去咗嗰啲即係去南美嗰度啲瑪雅人嗰啲，佢哋咧就嗰啲 DNA 咧就好似亞洲人咁。即係好似有啲人嘅解釋咧，就話佢哋經過西伯利亞或者坐船咧，就去咗南，即係美國啊、美洲啊、南北美洲啊嗰啲咧，即係好多人咧嗰啲原居民咧，即係佢哋好多都係好似蒙古啊或者係亞洲人咁嘅。But anyway，咁呢度亦都有講咧，就話咧該隱嘅後代咧就係好多發明嘅，發明咩咧就係帳篷啦，發明係即係帶嗰啲牲畜咧，即係嚟去啦咁樣。咁啊就呢個咧就係好 common 啦，即係好似舊時啲蒙古人啊或者係亞洲人咁。咁啊同埋咧就係就發明嗰啲音樂嗰啲嗰啲彈琴啊、吹簫啊咁啊，呢個中國人即係亞洲人都係好叻㗎。咁然之後咧有銅鐵利器啊，咁呢個銅鐵利器咧就係way before 埃及同埋以色列嘅。佢哋
即係呢度係講嘅唔係後來即係出埃及記嗰陣時嗰啲戰車，因為呢個係 way earlier，即係佢哋係祖師。OK。But anyway，咁但係咧，佢亦都係有啲，因為佢係離開咗主嘅，咁所以咧，佢哋咧亦都係有好多講話報仇呢樣嘢。咁報仇咧就係拉麥講啊，佢話咧少年人選我，我把他害了。若殺該人咧就遭報7倍，殺拉麥咧就必遭77倍，77。咁你睇下呢個77，咁咧就係嗰度嚟。咁咧，但係咧，你知啊，正話我哋咪講啦，即係啊。佢即係話換之咧，即係佢哋好中意係如果係有人害佢屋企人啊，佢嘅父母啊，咁佢一定報仇。咁咧就係即係報好大嘅仇咁樣。咁呢個係亞洲係中國啊，咁即係呢個係好唔客氣嘅，即係話咧即係好多你睇中國戲或者日本戲或者係即係亞洲嘅，佢哋就係呢樣嘢咧，就係好重視，即係有仇必報。係嘛？佢哋就個文言，佢哋成語就話有仇必報非君子啊。But anyway，咁樣就係啊，咁77啊，咁正話我哋講咧就係話咧啊，佢係嗰啲領袖，嗰啲領袖咧就係77咁講。嗱，呢個咧就真係好唔同另外個拉麥啊，另外咧因為都話有兩個拉麥嘅，有兩個該人，有一個咧就係賽特嘅兒子，一個咧就係該人嘅兒子，有兩個拉麥。咁咧就另外嗰個拉麥咧就係挪亞嘅祖先，拉麥就係挪亞祖先。OK，咁就咁同聖經新約有冇關係咧？有嘅，新約咧，因為喺馬太嘅時候咧，耶穌咧就係用呢個77咧，有提過有提過啲故仔。咁咧就係咩時候咧？佢咧就係馬太福音第18章咧，咁咧第1節就咁講。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7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7次，乃是到70個7次。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才算的時候，有人拿了一個獻1000萬銀子的來。咁咧，即係咧，佢呢度咧就係講話耶穌係即係話佢 deal with 個新約嘅forgiveness 咧，新約嘅 forgiveness 咧係好唔同嘅，即係佢唔係話7次啊，咁就跟住咧就算賬啦咁講。但係呢個耶穌咧就話咧，佢雖然係犯好多罪，呢個咧就有啲翻譯咧就話70個7次咧就490次，但係咧 I think 有啲經文嘅翻譯咧就係77次。77次，我諗呢個係 is already good enough，77次，咁啊即係話咧冇人記得77次嘅，即係咧，即係個 whole point 咧就係主咧就係話，即係我哋係即係應該係每人哋犯罪咧，我哋應該 forgive，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喺神嗰度咧已經係唔再算賬啦，咁所以我哋唔應該係復仇。咁就係77次咁嘅意思。咁咧就講起嗰個比路伊勒，即係即係嗰啲樓冧嗰度咧，耶穌咧有另外嘅情形咧，亦都係咁講嘅。喺路加福音13章咧，就係嗰啲耶路撒冷嗰啲大粒嘅教士嗰啲文士祭司咧就睇低耶穌，因為耶穌咧就同埋啲門徒咧就係mainly 係加利利人，佢係拿撒勒人，然之後佢啲門徒係加利利人，即係咧佢哋啲鄉下人，咁所以咧就佢哋咧就同去到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就係講呢件事。話正當那時，有人將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咧攙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以前西羅亞樓咧盜拍了壓死18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咧，都要如此滅亡。嗱，咁即係話咧。
雖然咧，即係有好多時咧，嗰啲災難咧就係好恐怖嘅。咁咧就係譬如好似加利利人啊，佢哋覺得咧就係恐怖咧，就話嗰啲加利利人咧，佢哋係走去聖殿喎，咁咧就做祭獻嘅時候咧，咁啊點知咧就俾羅馬兵啊殺咗，咁咧就整到佢哋啲血咧，佢哋啲血啊，佢想話 keep 乾淨啊嘛，但係佢流嗰啲血咧就同埋嗰啲祭物啲血。嗰啲祭物嘅血係咩？係動物嘅血嚟噶嘛，即係污糟嘅。咁啊，所以咧佢咧就話：哦，咁啊，真係凄涼啊！佢唉呀，做咗好多壞事啦，即係或者係神唔喜悅佢哋啦。咁啊，即係佢哋咧，梗係多啲罪咁講。咁啊，所以佢哋用呢一個方法嚟衡量嗰啲罪但係我講你聽啊，即係呢個咧就係耶穌就親口講俾佢聽。佢話：若不悔改，嗱呢個悔改咧唔係講罪。肯定唔係講罪，即係點啊？啱啱講嘅就係呢兩種人係咪多啲罪咧？咁講唔係，而係咧佢若不悔改係望耶穌，即係咧佢悔改咧就係跟邊個，就唔係跟咩罪，因為耶穌會同佢搞掂啲罪嘅問題。但係唔信耶穌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如此滅亡。咁啊，呢個真係 turn out to be true，turn out to be true。因為點解咧？佢哋後來係70年嘅時候羅馬兵咧圍剿耶路撒冷嘅時候，佢哋好多嗰啲即係嗰啲係祭司或者嗰啲耶路撒冷啲大粒佬佢哋咧就走去嗰個聖殿嗰度，即係咧就拉住嗰個即係嗰個係祭壇，或者拉住嗰個聖殿，咁咧就諗住咧，我如果摸住啲聖嘢、聖殿祭壇，即係拉住嗰啲嘢嘅時候咧，咁咧即係話神會 protect 佢。咁啊當然冇啦，唔止喎，佢哋咧係好多咧就喺嗰度被殺。好多喺嗰度被殺嘅時候係點啊？佢啲血咧就同嗰啲動物血一樣，即係我換之咧13章頭呢個事咧就係一個預言嚟嘅，即係咧耶穌喺嗰陣時話：如果你唔悔改信我咧，佢哋一樣係滅亡。咁後來亦都係同一個時候咧，西萊亞樓咧就係本來係一個自然嘅災難，佢哋諗住18個人死咗。咁係咪？有啲人係多啲罪，有啲人少啲罪咧，咁唔係，而係咧佢悔唔悔改嘅問題。佢如果唔望耶穌嘅時候，佢哋一樣係咁滅亡。因為點解咧？羅馬兵去圍剿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就好多嗰啲塔，希律王起咗好啲耶路撒冷嗰啲塔，咁全部就冧晒。全部冧晒，一樣咁滅亡，一樣好多人就俾嗰啲耶路撒冷嘅城牆個塔咧就砸死咗。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耶穌對佢哋嗰一代嘅預言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咧我哋有好多嘢就覺得好稀奇，譬如好似咧而家咧就啊個烏克蘭打仗咧就打咗好幾年，但係咧你知咧即係我就係講過咧就係好多年前咧佢哋咧就係佢哋烏克蘭咧地方咧就係有好多嗰啲係虔誠嘅猶太人喺嗰度係過幾百年嘅，即係好多嗰啲歐洲人咧佢哋係信咗猶太教。咁咧，佢哋咧就喺嗰度咧就係住落，咁咧就係，但係咧你知佢喺1986年嘅時候咧，佢哋咧有個車路比嘅即係嗰個啊核子嘅電廠咧，就係爆炸咗，嗰一日咧係4月25號，係1986年咧，就點知咧？actually turn out 咧就係Nisan 17正月17，咩意思咧？正月17咧就係逾越節嘅後咧第3日，Nisan 14咧就係逾越節，即係話呢個係一個 high holiday 嚟嘅。點解嗰日爆炸咧？同埋影響邊啲人咧？影響咧就係嗰啲佢哋嗰啲猶太人，佢哋係話信舊約嘅但係咧就點解會原來係 high holiday 嘅時候，佢哋咧就 end up 咧就係咁樣之後呢個咧就係你睇到一樣嘢，即係舊約咧 actually 有好多啲嘢巧妙嘢咧，我哋好難解釋嘅。所以咧係烏克蘭打咗咁多年嘅仗咧，
咁咧就係、點解咧？咁啊就係烏克蘭人咧，佢哋係喺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咧，就殺咗好多猶太人屙數。咁啊就 anyways 耶穌咧就原來好似係天堂咧就趕咗嗰啲猶太人好多就離開咗烏克蘭，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烏克蘭嗰啲血債咧都係未清嘅，因為咧係我哋啱啱過咗9月尾，咁啊9月尾咧就喺佢哋個首都嘅附近咧就有個叫做巴比亞 Massacre，巴比亞 Massacre，咁咧就係啱啱而家我哋過咗9月啦，即係而家係10月啦，咁啊所以咧就係但係嗰件事咧就係即係死咗好多嘅喺烏克蘭咧死咗大約100萬嘅猶太人，100萬嘅猶太人。咁咧就所以我唔知係咪即係嗰個烏克蘭嘅總統係報仇，因為烏克蘭嘅總統都係猶太人。I have no idea，因為佢哋 anyway 打咗呢幾年仗咧，佢哋咧就係的確亦都係死咗好多嘅烏克蘭人。嗰啲烏克蘭人好多就係舊時啲納粹，佢哋 even 而家佢哋都講自己係納粹嗰啲後代，佢哋好 proud 嘅嗰個納粹嘅傳統。Yeah。咁咧就係喺1941年嘅9月咧，就係佢哋入咗烏克蘭嘅時候咧，就殺。咁咧就係即係 in fact 咧，就喺個 Kiev 基輔嘅附近個地方咧，就整咗個大嘅掘咗一個大窿，咁然之後就殺咗好多。咁啊，yeah，佢哋話即係喺嗰個窿嗰度咧，就死咗或者有十萬嗰啲猶太人嘅啲咁嘅嘢。So yeah，呢個咧就即係呢個係原來我唔知係咪即係因為佢哋係舊約嘅審判就係咁咯。But anyway。但係當然咧，即係咧，神係冇錯，即係神咧就喺舊約，我哋睇到個舊約聖經咧，就係講話佢哋猶太人佢哋係有好大嘅污穢，所以咧佢哋咧就喺離開喺列國嗰度咧就就亦都係仍然係有受到懲罰，因為神嘅名即係主嘅聖名咧係被褻瀆。咁我讀一讀嘅就以西結書36章嘅故事。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時候，在行動作為上沾污那地，他們的行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經期的婦人那樣污穢。所以我因他們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們以偶像沾污那地，就把我的憤怒傾在他們身上。我將他們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按他們行動咧，作為懲罰他們。他們到了所去的列國咧，就使我的性命被褻瀆，因為人談論他們說，這是耶和華的民，是從耶和華的地出來的。咁講嗱，咁即係呢個就係好真，因為咧，即係佢哋嘅虔誠嘅猶太人，佢哋都知道，即係咧係神係之所以 send 佢哋係各散東西去咗列國，即係成個世界嗰度。咁咧，但係咧，佢哋仍然都係褻瀆即係神嘅聖名。神嘅聖名咧，就呢度我哋知啦，即係我哋係信耶穌嘅，我哋知道耶和華其實就係主耶穌自己。咁所以咧，佢哋喺2000年前咧，佢哋係褻瀆咗耶穌咁咧，佢哋唔肯信耶穌，咁咧就俾機會佢第一時間信耶穌，但係佢哋唔肯。所以咧，佢耶穌嘅聖名咧就係俾佢哋褻瀆嘅。但係所以咧就你睇到咧就係而家末世嘅時候咧，就仍然都係有呢個問題。佢哋冇錯，而家係翻去以色列，但係翻去以色列咧，佢哋個心仍然都係不信，佢哋翻以色列咧，所以咧即係佢哋咧就話我哋而家好似聖經叫我哋翻去噶咁講。Yeah，冇錯，但係咧佢翻去咧都唔係講話咧，淨係攞地，唔係歸回本地，而係咧要洗乾淨，要潔淨。咁咧就等佢哋脫離一切嘅污穢，棄掉一切嘅偶像。而家咧就仲唔係真嘅，因為點解佢翻去嘅時候咧，佢哋仍然即係好似個木偶嘅，裏面係中空嘅一個 robot 或者一個係即係。
一個 electronic 嘅電腦，即係嗰啲mannequin，有一個 mannequin，即係咧佢係裡面真空嘅，因為主要冇俾佢哋係內裡面嘅潔淨，冇俾佢哋裡面嘅聖潔，或者係未即係主要淨係俾佢哋喺出邊嗰度有個宗教或者係做俾人睇嘅個宗教，但係咧人哋個個都睇到咧，就係覺得呢個係一個褻瀆嚟嘅。咁啊，所以咧就呢個咧就係真係好大好大嘅問題。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哋而家都知，即係咧個世界咧係我哋係即係咧完全係唔係靠個世界而家我哋越睇咧，啱啱我哋中國人中秋節，但係中秋節原來即係有啲咁嘅傳統啊，咁嘅數劃，原來即係就係我哋睇到係過去好多時間我哋睇到咧，譬如好似世界嗰度好多災難，咁災難咧就 include 埋地震或者係即係好多唔好嘅嘢，咁咧就 for some reason 即係嗰啲地方咧，佢哋咧就係唔肯信耶穌嘅，唔肯信耶穌，就唔係淨係猶太人。多數嗰啲係信回教嗰啲，回教嗰啲咧，佢哋話我哋信跟摩西，但係我哋唔肯信耶穌咁咧就咧咁咧就變咗咧，亦都係一個侮辱即係係褻瀆主嘅名因為主耶穌係神嘅意思咧，佢個名係聖潔嘅，OK 係對我哋好大嘅幫助嘅，可以醫我哋，可以幫我哋嘅。但係咧就即係就係譬如好似喺我啱啱今日去過有個地震嘅seminar，咁咧就即係我突然咧就 anyway 我都係諗到過去好多年，咁好多地方咧有地震海嘯嘅地方咧就係死好多人嘅。咁呢個咧就喺蘇門答臘印尼嗰度咧，就係21年前咧個地震海嘯，個地震海嘯咧就係即係所有好多嘢，除咗啲樹同埋呢個清真寺，全部啲嘢咧就沖晒落海。呢個咧嗰啲路咧，連埋嗰啲瀝青都洗乾淨。淨係嗰啲係嗰啲屋剩翻嗰個石屎，即係嗰個 slab，個 slab 咧就係因為係黐住個泥咁就冇沖，但係咧嗰啲屋嗰啲人嗰啲貓狗全部都沖晒落海，就呢個咧就係好多個城市係咁樣發生，咁啊就係即係好可憐。我就突然諗起咧，就喺日本有個 same story。日本咧就係14年前，2011年咧311咧，就係佢哋有個係海嘯個地震海嘯咧，就沖咗成兩三萬嘅人落海皮，兩三萬嘅人落海皮。啱啱咧就今日我睇到有條新聞，有呢個新聞咧亦都係好特別嘅。咁咧就係因為咧，我講你聽就係啊，佢哋沖咗落海嗰啲海皮嗰啲災區咧係咩咧？嗰度冇教會嘅，嗰度冇教會嘅，真係好凄涼。咁咧，anyway，佢今日嘅新聞咧就講咧，過咗14年之後咧，佢咧就有個6歲嘅即係女孩，佢個殘骸咧就喺另外一個地方揾到。但係咧就唔係同一個地方，即係個海咧就沖咗落海，咁然之後咧就過咗係14年，而家咧就揾翻呢個佢咧即係話換之咧，佢哋就喺呢度沖咗落海啦，咁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咧就係喺14年之後咧就揾到嗰個水，即係嗰個女細路嘅殘骸。咁就係好凄涼嘅，因為點解咧？佢哋原來因為佢哋就係冇教會嘅，佢哋個災區冇教會，所以咧就係但係呢件事突然咧即係講出嚟咧，咁咧就係我諗咧即係希望啦。當然而家咧佢哋係有教會，而家有教會但係咧就係喺嗰個時代咧就冇教會。係嗱，311地震，女童遺骸衝到100公里以外，冇還原逃生嘅情況，她永遠是6歲。Well，I tell you what，即係嗰個6歲嘅
6歲嘅 BB 咧，即係個細路咧，其實已經翻咗天家。6歲嘅 BB 佢翻咗天家，因為你明白啊，即係咧係主係唔會話hold 佢哋係冇機會信耶穌嘅，咁樣佢就係唔得救，而係主係真係愛係靈魂嘅人，咁神，所以咧即係佢係反為得救。我就係而家但願咧佢哋嘅父母咧就係會明白呢樣嘢咧，就希望佢哋信耶穌因為咧印尼嗰度咧就嗰一年咧就死咗17萬人，但係咧我聽講咧就係、我上次有分享咧就話佢哋有計到咧就話咧之後咧就有3000萬印尼人信耶穌，3000萬唔係因為佢哋教會叻，佢哋印尼啲教會都係好即係舊約嘅，好律法嘅。咁但係咧就 anyway 佢哋咧就嗰啲回教徒咧好多3000萬信耶穌，係多謝主啊！因為末世嘅時候，主係想拯救好多人。就呢個啦，呢個嗰日係 full moon 嗰日係 full moon，it's so sad。咁喺土耳其亦都有個類似嘅 story，亦就係佢哋咧就係死咗6萬人，咁咧就係2年前係2月6號，咁咧就死咗2萬，但係嗰度咧就係有個神蹟咧，就係呢個係聖彼得church，呢個聖彼得 church 咧就係就係駁住後面個山窿嘅，後面山窿咧就係即係咧彼得保羅同埋係巴拿巴咧，佢哋咧就喺舊時咧就係嗰度開個第一個教堂，第一個即係敬拜，就喺安提阿嗰度咧就敬拜主咁但係後來咧就佢哋十字軍咧就打到去嗰度嘅時候咧，佢哋就起咗呢個 Church 聖彼聖彼得嘅教會教堂，咁咧就點咧？所以咧就係2月6號嗰次地震海嘯冇海嘯，但係地震嘅時候咧，嗰個安提阿咧就冧晒。你睇下嗱，呢度咧呢張舊相嚟嘅，呢張相咧就 show 晒好多人咧就係地震之後咧就冇死嘅咧，佢哋喺度搭嗰啲聯合國嗰啲帳篷，聯合國啲帳篷疏割佢哋點解會搭喺呢度咧？因為咧佢哋就好多咧就係想話係靠耶穌係幫助佢哋，幫助佢哋。佢哋舊時係殺咗好多基督徒，殺咗好多阿門尼亞教嗰啲人佢哋個個信耶穌嘅，但係而家啲回教徒咧好多咧就佢哋咧就係災難之後咧，佢哋就係揾耶穌。嗰日咧又係又係原來又係呼喚，所以咧即係我哋中國人喺中秋節咧就係諗住話或者係希望係好日子咁講即係喺起碼家庭團圓咁。但係我講你聽，即係最緊要就係如果你係信主嘅時候咧，你個家就得福。阿們，阿們。今日我哋咧就有講地震啦。咁其實咧就係兩年前嗰個土耳其地震咧，即係嗰度咧就係睇到咧，原來咧死海啊，嗰條約旦河咧，約旦河咧其實就係就係一個裂痕嚟嘅，一個裂痕。約旦河係一個裂痕嚟，所以咧就係嗰個阿加巴，即係交貨阿瓜巴咧。就係嗰度咧，然後將來有一日咧，就煮翻嚟嘅時候咧，就係會翻去，就係橄欖山嗰度係降落。OK 咁所以咧之後喺舊時咧有段經文嘅《使徒行傳》第1章咧就咁講，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利人啊，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這樣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離耶路撒冷不遠，若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當下門徒咧從那裏回耶路撒冷去。係咪？即係話換之咧，呢個咧就係將來咧第日會審判。所以喺撒迦利亞書14章咧有提嘅，佢話那日咧，他的腳咧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咧必就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
山的一半咧向北移，那移一半向南移，那移。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咧必然到亞撒。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亞年間的人咧逃避大地震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咧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一切聖者同來。我哋第日都係嗰啲聖者，我哋咧就會一齊同住一齊咧翻嚟係審判呢個世界。阿們。係啊，疏割啦，疏割咧就係雖然係呢個舊約嘅節日，但係我講你聽，佢哋一路都冇守到，一路都冇守到啊。咁因為點解咧？即係咧喺尼希米咧就係講話佢哋翻去啊，咁然之後咧佢哋咧就係後來又聽到律法，然之後咧又有係有律法書嘅教訓嗰啲咁嘅，咁咧然之後咧就可以得到鼓勵咧，就俾佢哋有喜樂。有大大快樂，咁咧就係即係尼希米嘅時代，咁咧就有提到疏割嘅嘢，但係你知唔知啊？佢哋慶祝疏割咧，佢哋咧就係actually 喺尼希米書第8章，佢話原來佢哋一路都冇做到，一路都冇做到，即係話換之約書亞之後咧，佢哋你以為佢哋個個好醒目原來乜嘢都要守到，嗰啲全部冇啊，一路都冇。咁所以我讀俾大家聽。咁咧就係第8章14節，他們見律法上寫着的耶和華藉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節住棚，並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傳報告說：你們當上山，將橄欖樹、野橄欖樹、番石榴樹、棕樹和各樣茂密的樹的枝子取來，照着所寫的搭棚。於是百姓出去取了樹枝來，各人在自己的房頂上，或院內，或神的聖殿的院內，或水門的寬闊處，或以法蓮門的寬闊處搭棚。從老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都就搭棚住在棚裏，以從亂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日，以色列沒有這樣行。於是眾人大大喜樂。從頭一日直到末一日，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書，眾人守節7日，第8日照例有嚴肅會。哇！你又睇到即係咧，佢哋係even 到個實即係摩西嘅律法裏面又寫得清清楚楚，佢哋一路都冇守到。所以點解佢哋係神要離棄佢？佢好似當神死嘅，但係而家都係而家都係佢哋好似當神死，咁真係好可憐。但係其實咧，就耶穌就係我哋嘅疏割。In fact 咧，好多人都知道就係耶穌咧就喺疏割嘅日嗰度出生嘅。聖誕節唔係12月25號，係疏割之日。咁就係約翰福音1章14節，咁就道成了肉身，在我們中間，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呢度住呢個字咧就係疏割，住呢個字就係疏割，OK，個帳幕疏割，OK。所以喺啟示錄咧就有提到喺第7章咧就係邊個就係疏割啊？就係耶穌。所以咧，他們在神寶座前咧，晝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咁就係主就係個疏割，主嘅個寶座就係疏割。所以12章12節咧就係，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吧。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憤憤的下到你們那裏去了。咁咧就係作反。咁然之後喺啟示錄埋尾嘅時候咧，我聽見有大聲從寶座說出來：看啊，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咁咧就 anyway，即係嗰個其實咧就主就係我哋嘅疏割，就係我哋嘅帳棚，就係我哋嘅依靠。OK，咁所以咧喺主仲喺地上嘅時候咧，佢咧就係有講嘅第7章咧，就係話咧係節期嘅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即係就係第8日，因為第8日咧就
向來咧就係好過頭七日嘅。頭七日咧就係舊約，頭七日咧就係即係圓滿嘅創造，但係第八日咧就係新天新地。所以咧節期嘅第末日咧就係最大之日，就係第八日。耶穌站着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咧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為耶穌尚未得着榮耀。阿門。咁啊，即係講翻咧，即係雅各咧，就係即係去一路行嘅時候咧，佢就抓即係以掃去走去揾佢，咁啊佢好驚，佢好驚嗰啲人係對佢唔客氣，因為佢當時做咗好多，佢即係呃咗以掃好多嘢，咁所以咧佢諗住以掃會殺佢，咁所以咧創世記33章咧，佢就咁講。雅各咧就舉目觀看啊，見以掃來，後頭跟住400人，他就把孩子分開，交給利亞、拉結和兩個使女。以掃咧舉目看見婦人的孩子，就說：這些和你同行的是誰？雅各說：這些孩子是神施恩給你僕人的。以掃說：容我把跟隨我的人留幾個在你這裏，何必呢？只要我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於是以掃咧當日起行回往西珥去了。雅各咧就往疏割去，在那裏咧為自己蓋造房屋，又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嘅名叫疏割，就是棚的意思。佢咧就驚見咗400人咧，佢驚咗。但係你知唔知啊？400咧係舊約嘅即係嘅解法咧，400咧就係個十字架，400就係 塔就係十字架。咁啊，所以咧即係你，所以你睇到嘅點解雅各驚咗十字架？以色列人驚咗十字架，因為點解佢哋驚咗？哇，係太犀利，太犀利，即係400咁啊！所以佢點解啊驚咗以掃？以為以掃會報仇，咁啊又驚咗十字架，因為十字架太犀利，咁啊，所以佢哋就唔肯信，佢哋寧願咧就喺地上搭棚，去諗住係自己養自己自己靠自己嚟起屋或者起牲畜嘅搭，即係養佢哋。咁咧嗰度嘅地方就叫疏割，但係嗰個咧就唔係真正嘅疏割，因為疏割咧就係真正係神自己。So anyway，我哋咧就以前咧喺創世記出埃及記嘅啟示錄咧，就係有講呢個就係咩咧？耶穌咧就係有份係做嗰個方舟。耶穌咧亦都係幫摩西咧，就係擺喺嗰個細嘅方舟嗰度，喺尼羅河上咧就係過關啊。咁咧就然之後咧，實質嚟講咧，就係啟示錄咧就講，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咧為城的殿。即係話換之真正嘅疏割，真正嘅城咧就係我哋耶穌，我哋跟住耶穌嘅時候咧，樣樣都好嗱。咁啊，而家現代嘅故事啦，現代嘅故事咧就係我哋啱啱咧就睇到嗰啲係科學家啊，嗰啲聰明嘅人啊，嗰啲最叻嘅嗰啲研究家啊，佢哋話係好驚好驚啊！咁啊，佢話有粒星咧，有粒係火星，係有數把星咧就係入咗嚟太陽系，咁咧就啱啱經過嗰個火星咁講。咁咧，即係佢哋好驚，因為仍然都唔知道會唔會後來會有咩事發生，因為個火星可以好似第日會翻轉頭。咁但係你知呢個古仔咧就係好似耶穌第一次嚟咁。耶穌第一次嚟嘅時候，亦都有粒星，就係嗰粒星係咩咧？就係馬太福音第2章第1節嗰度講，話當希律王的時候咧，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咧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
基督當生在何處？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着說，猶大地的伯利恆啊，就你在猶大諸城呢，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們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去拜他。咁咧，大家都知道佢其實唔想拜佢，因為咧後來佢哋走咗路之後咧，佢哋咧希律王就殺晒嗰度啲細路，殺晒嗰度啲細路。咁啊，但係咧今年又係咁發生喎。今年係咩發生咧？嗱，我哋啱啱講啦，有粒星啦，同埋咧佢而家嘅猶大地上嘅猶太王咧，個就唔係叫希律王，但係咧佢亦都唔係猶太人啦。佢咧就殺好多啲細路同埋 baby 同埋啲女人嗰啲 mother 殺好多。咁咧就喺邊度啊？就係嗰個區。就係伯利恆同埋周圍嘅區，因為佢哋殺得唔清唔楚，即係成個世界都覺得震驚嚇。咁但係佢哋點解咁做咧？因為咧佢哋覺得佢哋而家係嗰啲咩將軍啊、嗰啲參謀長啊、嗰啲現代以色列嘅領袖咧，佢哋覺得咧佢哋係應該係屬於佢哋嘅。個地係屬於佢哋嘅，即係好似希律王咁啊！希律王覺得啲地係我嘅，所以我如果必要時我要殺晒啲細路咁啊！因為點解咧？現代嗰啲好多嗰啲現代嘅以色列嘅領袖咧，好多咧就係舊時喺烏克蘭喺歐洲嗰度信咗猶太教，因為佢猶太人好有錢。即係成日都係有所有啲即係銀行嗰啲咁嘢，咁啊所以咧就好多咧佢哋入教咧就係即係想話即係同佢哋同撈同煲，咁啊所以咧佢哋好多啲領袖嗰啲咩總理嗰啲咧就佢哋唔係真猶太人，佢哋係入教嘅猶太人，即係好似希律王咁啊，即係佢唔係真嘅猶太人，佢係異東人。咁咧就因為咁咧就係嗰陣時有咁嘅發生，但係咧嗰個係第一次耶穌嚟。咁啊我讀啦，希律王咧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咧，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2歲以內的都殺盡了。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說，在拉馬聽見號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的兒女不甚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Anyway，就呢個咧就表示咧就煮快嚟，因為呢次係第二次，係嘛？第一次嘅時候煮come as a baby，但係今次咧佢咧就係接我哋翻屋企。我哋而家咧就食聖餐，OK？咁咧就係我哋咧就係讀呢段路加福音嘅聖餐，咁咧就係因為咧我哋需要主日日幫我哋，用安慰我哋、保守我哋、係醫治我哋。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到。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為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應許永遠的產業。阿們，我哋係有永遠嘅產業。多謝你耶穌，我哋而家聖餐。耶穌啊，我哋感謝你呢個餅，你為我哋擘開，你破碎你個身體俾我哋得醫治。By your stripe we are healed，俾我哋得到祝福，得到係幫助，得到係保守，你為我哋受鞭打，等我哋得醫治。我哋多謝你耶穌，阿們。耶穌啊，呢個杯係你為我哋灑嘅血，
係啊，立咗新約嘅血，就係因為咧係為我哋流嘅，所以咧我哋咧就以後咧就係有永遠嘅產業。我哋咧所有啲罪咧就係要受到贖罪。我哋係耶穌咧就係我哋嘅中保。我哋感謝你，讚美你。我哋咧而家咧係有神嘅公義永遠長存，係因為主愛我哋。阿門。啊，哇！多謝耶穌。OK，我哋而家做個結束禱告吓。主耶穌啊，真係感謝你，感謝你，讚美你，係啊，俾我哋今晚可以奉主你嘅名，係啊，得到幫助，得到安慰，得到醫治，得到保守。主啊，祝福我哋啲親人，我哋嘅家人，我哋所有啲觀眾聽眾，係啊，幫佢哋俾保守佢哋，俾佢哋係望主係得到最大嘅祝福。係啊，係每樣嘢都係有主嘅同在。因為我哋喺主裏面，主又喺我哋裏面，我哋係有永生。係有產業，係有赦免，係有係及時嘅幫助。我哋感謝你，我哋讚美你耶穌，係祝福所有啲觀眾聽眾。啊，無論佢哋喺邊個地方，係亞洲、係非洲、係歐洲、係美國同埋美洲啊，原來係中國、喺日本喺台灣、喺香港。主啊，你祝福佢哋，無論佢哋係咩時候，佢係咩情形。主啊，你保守佢哋，直等到主你翻嚟接我哋。我哋多謝你耶穌，阿門。